法语法语，萨利嘎嘎马布鲁爱好，即阿树古安安罗马古。欢迎来到米三路班扎吉达伊鲁玛10日学族语拿族语绘本活动第2堂课。今天再继续让我带领大家学习族语，你准备好了吗？哒哒哒！阿安名字，阿安法伊那样阿嘎嘎哥哥，法伊那样阿嘎嘎，法法希样阿嘎嘎姐姐，法法伊样阿嘎嘎，法伊那样阿沙发弟弟，法伊那样阿沙发，法法希样阿沙发妹妹，法法伊样阿沙发，法弟叔叔舅舅伯父，法弟法义姑姑阿姨婶婶伯母，法义努米苏你的，努米苏努马古我的，努马古金马古尼法伊那样阿嘎嘎，金马古尼法法伊样阿嘎嘎，金马古尼法伊那样阿沙发，金马古尼法法伊样阿沙发，金马古尼法弟金马古尼法义尼马古尼努米苏尼马古尼努马古金马古安安努米苏吉巴奈古安安努马古金马古安安努米苏吉巴奈古安安努马古。哇，棒仔赖迪树！你学会今天教的亲属称呼了吗？记得要应用在生活当中哟。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米三路阿密斯。我说族语，我最酷。我们下次见，阿来哟。